等节一节目中的新给的年六个最好一条，我跟那个不加上，都节两那多年三节能三节十节。那这节要那么六个等节要我那个看了，在大那画面上家中能养节要老家子。时代化的理念。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包含了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在新时代发挥我们佛教界的积极作用，成为了中国化的主旨核心。我们的四众弟子们清净修行、钻研佛法，是我们护国利民的基础和根本。在这条道路上，使佛教发扬光大。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形成，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当然，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陀，我们的历代的先贤们所倡导的随来施化、随转众生，其实的经文同自己的心智结合起来，使我们所学的这些经文变成治愈我们内心贪嗔痴等病痛的药剂。如此，那我们这人生就不枉此生，也不虚佛法来去度化众生。那这个积累的福报是其他任何的福报不可比拟。就像我们三布施这个财布施、无畏布施都是很好的功德，但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功德是法布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硬件、软件各方面的条件设施具足，师生这个教学体系完整又有很好的政策的这种环境，一定要把握。祝愿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阿弥陀佛。所以只有通过这般如理的关照，内心才能升起如足的智。这一念的智慧犹如暗夜的明灯，可以照破一切。通过关照的力量，照破内心的虚幻的念头，而见到内心的真实的空性。所以慧能大师他对我们浙江府学院的这个总部和我们雪窦山佛教名山建设呢有着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大力开展社会化教育，积极的开展法师在职培训。因为有很多法师他不一定没有机会上学，那我们有一个法师在职教育，充分的发挥这个正义作用，努力将我们学院打造为宁波佛教界乃至浙江佛教界的思想政治、传统文化、佛学理论的培养基地，提升佛教界思想政治意识和理论知识素养，助推佛教自身建设和现代发展，为我们宁波乃至我们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这个重要窗口做好我们这个模范生，做好我们这个力量。简要的向大师和各位老师汇报，都有多大的人情，我们大师和各位老师给予批评，也借这个机会呢，希望多给我们提些宝贵的建议。我们希望教学越来越好。谢谢八成大师，也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所以佛学院能够把这么好的平台、这么优厚的条件提供给各位师生，我希望各位的师生能够把握好这里的这个大好机遇。老师们给学生
上好课，使其学生们去学好经，将来能够争取为国家繁荣，为众生安宁，为世界和平，为佛法弘扬做出贡献，要发大愿。阿弥陀佛。3、2、1，再来一次。3、2、1，再来最后一次。3、2、1。